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医师。从事心脏内科工作30多年来，我看过太多长辈因为心血管问题和睡眠障碍而痛苦不已。昨天有一位阿伯来到我的诊间，他告诉我，医师，我现在晚上都睡不着，白天又没精神，心脏也常常砰砰跳，是不是快不行了？看着他疲惫的神情，我深深感受到他内心的恐惧和无助。其实，在我多年的行医经验中，我发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一颗小小的樱桃，却能决定你的心脏能不能再跳10年。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让我告诉你背后的科学原理。樱桃含有丰富的天然抗氧化物质和褪黑激素。这2种成分对于保护心血管健康和改善睡眠品质有着神奇的效果。很多人花大钱买保健品，却不知道这个从小就在台湾夜市水果摊看到的小红果，竟然有如此强大的健康力量。我在临床上观察发现，那些懂得正确食用樱桃的长辈，不仅心血管状况比较稳定，睡眠品质也明显改善。更重要的是，这个方法简单、天然，而且没有副作用。但是我必须提醒大家，如果你没有听到最后，你很可能会错过一个小小的细节，而这个细节正是决定你心脏与睡眠会不会恶化的关键。请别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这样就能收到我们最新的健康建议。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观看这支影片。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请在留言区打数字1；如果没有帮助，请打数字0。让我先跟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我们台湾的长辈特别容易出腺心脏和睡眠问题。根据福部的最新统计，台湾65岁以上的长者中，有将近30%患有高血压，20%有各种程度的睡眠障碍。这个数字真的令人担忧。第一个主要原因是免疫力下降，随着年龄增长，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逐渐衰退，对抗外来病毒和细菌的能力减弱。同时，身体的修复能力也在下降，心血管系统的小损伤无法及时修复，久而久之就累积成大问题。第二个原因是现代生活的压力，虽然退休了，但是很多长辈还要照顾孙子，操心子女的工作和生活，精神压力其实并没有减少。长期的压力会导致肾上腺素和皮质醇分泌过多，这些激素会影响心跳、节律，也会干扰正常的睡眠周期。第三个重要原因是自由基累积。我们每天呼吸、吃饭，甚至思考，都会产生自由基。年轻时身体有足够的抗氧化酵素来中和这些自由基，但随着年龄增长，抗氧化能力越来越弱，自由基就开始攻击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和神经系统。此外，现代人的生活形态也是一个问题。很多长辈习惯看电视看到很晚，接触太多蓝光会抑制褪黑激素的分泌，影响睡眠品质。睡不好又会影响心脏功能，形成恶性循环。但是这些问题不是无解的，大自然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解答，那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樱桃疗法。现在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令人振奋的发现：每天只要3颗樱桃，就能同时顾心脏、助眠、抗发炎。听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会疑惑，医师只要3颗樱桃就有这么神奇的效果，会不会太夸张了？其实一点也不夸张。在国外已经有很多研究证实，樱桃是少数能够同时对心血管系统和睡眠系统产生正面影响的天然食物。关键就在于适量这2个字。很多人以为越多越好，一吃就是一大盘，但这样反而会造成身体负担。樱桃虽然营养丰富，但也含有天然果糖，吃太多会影响血糖稳定，而且任何好东西过量都可能变成坏事。
胃什么是3颗？这个数量是经过科学计算的。3颗中等大小的樱桃，大约含有15到20毫克的花青素，这是一个成年人每日所需的基本量。同时，这个分量的天然褪黑激素也足以对睡眠产生温和而有效的帮助。重点是要每天持续食用，不是今天吃10颗，明天不吃，后天又吃20颗。身体喜欢规律和稳定，只有持续性的营养补充，才能让细胞慢慢修复和改善。在台湾，樱桃1年4季都买得到，虽然价格比本土水果稍微贵一些，但是想到它对健康的好处，这个投资绝对是值得的。每天3颗樱桃的花费，可能还不到1杯手摇饮料的钱，却能带来无价的健康效益。让我们深入了解樱桃的第一个神奇成分花青素。樱桃的深红色就是强大抗氧化的来源。花青素是一种天然的色素，它不仅让樱桃拥有美丽的红色外表，更重要的是，它是目前科学界发现的最强效天然抗氧化剂之一。它的抗氧化能力比维他命 C 高出20倍。比维他命 E 高出50倍。在我们的心血管系统中，花青素发挥着多重保护作用。首先，它能够抑制自由基的活动，防止这些破坏分子攻击血管壁。当血管壁受到自由基攻击时，会引起发炎反应，长期下来就会形成动脉硬化和血栓。其次，花青素能够增强血管的弹性。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血管会逐渐变硬变脆，就像老化的橡皮筋一样失去弹性。花青素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帮助血管维持柔软和弹性，降低血管破裂的风险。花青素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降低血管发炎。慢性发炎是心血管疾病的主要根源之一。很多人血压高、胆固醇高，其实都与血管慢性发炎有关。花青素能够调节免疫系统的反应，减少发炎因子的释放。更令人惊喜的是，花青素还能改善血液循环，它可以减少血小板的凝集，让血液变得更流畅，减少血栓形成的机会，同时它也能扩张血管，降低血压。在台湾，我们常常看到一些长辈脸色苍白、手脚冰冷，这往往是血液循环不良的表现。如果能够每天适量摄取樱桃中的花青素，很多人会发现气色变好了，手脚也比较温暖了。现在让我们来谈谈樱桃的第二个神奇成分褪黑激素。樱桃含有天然褪黑激素，是帮助熟龄人入睡的秘密。很多人可能知道褪黑激素是一种调节睡眠的荷尔蒙，但不知道樱桃是少数含有天然褪黑激素的水果之一。大部分的褪黑激素补充剂都是化学合成的，而樱桃提供的是完全天然的形式，身体的接受度更好，副作用也更少。褪黑激素主要由大脑中的松果体分泌，它的作用就像身体的生物时钟，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该睡觉，什么时候该醒来。随着年龄增长，松果体的功能会逐渐衰退，褪黑激素的分泌量也会大幅减少。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长辈会有睡眠问题。樱桃中的天然褪黑激素可以补充身体的不足，帮助调节睡眠周期。研究显示，每天摄取适量的樱桃可以增加睡眠时间，改善睡眠品质，减少夜间醒来的次数。但是要注意时机，最好在晚餐后2小时吃樱桃，这样可以让褪黑激素在睡前达到最佳浓度，帮助夜间睡眠。如果吃得太晚，可能会影响消化；吃得太早，效果又不够明显。良好的睡眠对心脏健康也非常重要。在深度睡眠期间，心跳会放慢，血压会降低，让心脏得到充分的休息。如果长期睡眠不好，心脏就会一直处在紧张状态，
容易引发心律不整、高血压等问题。所以樱桃的褪黑激素不仅帮助睡眠，间接也保护了心脏。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樱桃能够同时顾心脏和助眠的原因。现在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这是我亲身经历的。陈妈妈今年68岁，住在台中，她是一位退休的国小老师，本来应该享受悠闲的退休生活，但是从2年前开始，她的生活品质急剧下降。首先是睡眠问题，陈妈妈晚上常常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要到凌晨2、3点才能入睡，早上6点又会自然醒来，整个人精神状况很差，白天常常打瞌睡，但到了晚上又睡不着，形成恶性循环。接着是心血管问题，因为长期睡眠不足，陈妈妈开始出现高血压的症状，血压经常在95/160左右波动，医师给她开了降血压药，但是她很担心药物的副作用，总是忘记按时服用。陈妈妈的女儿很担心，带住妈妈到处求医室、过中医、西医，也买过各种保健品，但是效果都不明显。安眠药虽然能帮助入睡，但是隔天会有宿醉感，让陈妈妈更加抗拒。3个月前，陈妈妈的女儿在网络上看到关于樱桃对睡眠和心脏健康的研究报告，决定让妈妈试试看。她开始每天准备3颗新鲜樱桃给妈妈食，间固定在晚餐后2小时。第1个礼拜，陈妈妈没有感觉到明显变化，但是她注意到晚上比较容易有睡意。第2个礼拜，她发现自己入睡的时间缩短了，不用在床上辗转反侧那么久。1个月后，陈妈妈的睡眠品质有了明显改善，她可以在11点左右自然入睡，夜间醒来的次数也减少了。更令人惊喜的是，她的血压也逐渐稳定下来，现在大多维持在85/135左右。现在已经持续3个月了，陈妈妈不仅睡眠改善，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好了很多。她重新开始参加社区活动，脸色也变得红润有光。我必须强调，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效果也会因人而异。陈妈妈的改善是在继续服用医师处方药物的基础上达成的。樱桃是很好的天然补充品，但不能完全取代正规的医疗治疗。除了花青素和褪黑激素，樱桃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钾离子，3颗樱桃补的维生素 C 不比1颗柳丁少。很多人以为只有柑橘类水果才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其实樱桃的维生素 C 含量也相当惊人。每100公克的樱桃含有约10到15毫克的维生素 C， 虽然比不上奇异果或芭乐，但对于日常保健来说已经足够。维生素 C 对心血管健康有多重益处。首先，它是合成胶原蛋白的必需原料，能够帮助血管壁维持弹性和强度。其次，维生素 C 也是强效的抗氧化剂，可以保护低密度脂蛋白、坏的胆固醇不被氧化，减少动脉硬化的风险。樱桃中的钾离子含量也很丰富，每100公克含有约200到250毫克的钾。钾离子对于维持正常血压非常重要，它可以帮助身体排除多余的钠离子，减少水分滞留，从而降低血压。很多台湾人饮食偏咸，钠摄取过多是高血压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能够适当增加钾的摄取，就能平衡体内的电解质，帮助血压稳定。这就是为什么医师常常建议高血压患者多吃富含钾的水果。维生素 C 和钾离子还有一个协同作用，就是促进铁质的吸收。很多长辈有轻微贫血的问题，适量摄取樱桃可以改善铁质吸收，增加血红素的合成，改善贫血症状。此外，樱桃还含有少量的叶酸和维生素，
B 群，这些都是维持神经系统健康的重要营养素。良好的神经系统功能对于睡眠品质和心理健康都很重要。所以小小的3颗樱桃其实提供了多种对健康有益的营养素，这些营养素相互配合，产生综合性的保健效果。现在我要给大家一个简单的7天计划，连续7天，每天固定3颗，观察睡眠与精神变化。第1天，选择晚餐后2小时，也就是大约晚上8点左右，吃3颗新鲜樱桃，记录当晚的入睡时间和睡眠品质。第2天，重复同样的时间和分量，开始注意是否比较容易产生睡意，同时观察白天的精神状况是否有改善。第3天到第7天，持续同样的模式，每天记录睡眠状况、白天精神状态以及是否有其他身体变化。记住几个重点，不需要10颗、20颗，适量即可，更多不代表更好。过量可能会造成肠胃不适或血糖波动。樱桃虽然营养丰富，但也含有天然果糖，糖尿病患者要特别注意分量。选择樱桃的小技巧，要选择颜色深红、表面有光，则摸起来结实的樱桃，避免选择过软或有斑点的，这样的樱桃可能已经开始变质。如果是冷冻樱桃，也是很好的选择。冷冻过程不会破坏花青素和褪黑激素，营养价值基本保持不变，而且价格通常比新鲜樱桃便宜，1年4季都买得到。7天后评估一下自己的变化，如果感觉有改善，就可以继续这个习惯；如果没有明显变化，也不要气馁，有些人需要更长的时间才会看到效果。最重要的是要有耐心，身体的改变需要时间，不要期望第1天吃就第1天见效，给身体一些时间来适应和调整。很多朋友会问，医师在全联、夜市怎么挑对樱桃？让我教大家一些实用的挑选技巧。首先要选择深红色、有光泽的樱桃，樱桃的颜色越深，表示花青素含量越高，抗氧化效果也越好。表面有自然光泽的樱桃，通常表示新鲜度较好，水分充足。在全联或其他超市，樱桃通常有包装标示产地和等级，建议选择来自智利、美国或纽西兰的樱桃，这些地区的樱桃品质比较稳定。如果是台湾本土樱桃，虽然运输时间短比较新鲜，但产季有限，而且价格通常比较高。在传统市场或夜市，可以先观察樱桃的整体状况。好的樱桃应该大小均匀，表面前燥，没有水汽，梗头是绿色的。如果看到樱桃表面有水珠，可能是为了保持外观而喷水，但这样反而容易滋生细菌。吃的时候，好的樱桃应该是甜中带酸，口感结实有弹性。如果尝起来过甜没有酸味，可能是过熟了；如果过酸没有甜味，可能是还没熟或者品种不好。特别要注意一个陷阱：罐头樱桃。很多蛋糕店、饮料店使用的樱桃都是罐头制品，这些樱桃通常含糖量很高，而且经过加工处理，原本的营养成分已经大量流失。我们要的是新鲜樱桃的天然营养，不是糖渍樱桃的甜味。购买后的保存也很重要，樱桃买回家后要放在冰箱冷藏，温度控制在2到4度，最好不要清洗后才保存，因为水分会加速腐败，要吃的时候再清洗即可。如果一次买太多，吃不完，可以把樱桃去籽后冷冻保存，这样可以保存3到6个月，营养成分基本不会流失。虽然樱桃是很好的天然保健食品，但是有些特殊情况需要特别注意，糖尿病患者要特别小心。樱桃虽然升糖指数不算太高，但仍然含有天然果糖，建议糖尿病患者在食用前先咨询医师意见，并且要配合血糖监测。
如果血糖控制不稳定，建议暂时避免食用。肾脏病患者也需要谨慎，樱桃含有钾离子，对一般人来说是有益的，但对于肾功能不全的患者，过多的钾可能会造成负担，特别是已经在洗肾或有严重肾病的患者，一定要先问过肾脏科医师。正在服用抗凝血药物，如 Warfarin 的患者，要注意樱桃可能会增强药物效果，影响凝血功能。虽然这种相互作用不常见，但为了安全起见，建议先咨询主治医师。有过敏体质的人，第一次食用时要小心。虽然樱桃过敏比较少见，但仍有可能发生。建议先少量尝试，观察是否有皮疹、瘙痒或其他过敏反应。最重要的是要记住，吃樱桃不能取代药物治疗。如果你已经在服用高血压药、安眠药或其他心脏药物，绝对不可以因为吃樱桃而自行停药。樱桃只是辅助保健，不是治疗药物。如果在食用樱桃期间出现任何不适症状，如肠胃不适、皮疹、心悸等，要立即停止食用，并就医检查。让我回答5个最常被问到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吃樱桃会不会让血糖飙高？这是糖尿病患者最担心的问题。樱桃的升糖指数约为22，属于低升糖指数食物，而且我们建议的分量只有3颗，对血糖的影响很小。如果搭配正餐食用，而不是空腹吃，血糖波动会更稳定。第二个问题，樱桃这么贵，有没有替代品？确实，樱桃的价格比一般水果高一些，但考虑到它的营养价值，其实很划算。如果真的预算有限，可以考虑冷冻樱桃或樱桃汁，但要选择无糖添加的纯樱桃汁。第3个问题，小孩子可以吃吗？当然可以。樱桃对各个年龄层都有好处，但小孩的分量要减少。2到3岁的幼儿每天1颗就够了，6岁以上可以吃2颗。第4个问题，吃樱桃会不会拉肚子？樱桃含有天然果酸和纤维，如果一次吃太多，确实可能引起肠胃不适。这就是为什么我强调每天只要3颗，适量最重要。第5个问题，怀孕可以吃吗？怀孕期间适量食用樱桃是安全的，而且樱桃的维生素 C 和叶酸对孕妇有益。但怀孕后期要注意分量，因为樱桃的钾含量高，可能影响水分代谢。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真心希望大家能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的父母或长辈，让他们知道每天3颗樱桃的力量。心脏健康和良好睡眠是幸福晚年的基石。很多人年轻时为了事业拼命，忽略了身体健康，到了年纪大了才发现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现在开始改变，永远不嫌晚。我给大家一个30天的挑战，从今天开始，每天晚餐后2小时吃3颗樱桃，同时记录你的睡眠品质和白天精神状况。30天后，我相信你一定会感受到身体的正面变化。除了吃樱桃，也要配合其他健康习惯，适当运动，规律作息，保持愉快心情。健康是一个整体的概念，不是单靠一种食物就能解决所有问题。记住，我们的目标不是要活得最久，而是要活得最好，让每一天都充满活力，让每一个夜晚都能安然入睡，这就是最大的幸福。30天连续记录后，你会发现不只是心脏和睡眠改善了，整个人的生活品质都提升了。当你睡得好，心脏健康，自然就有更多精力去享受生活，陪伴家人，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请按赞、分享、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会持续分享更多实用的健康知识，帮助大家拥有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愿每个人都能拥有健康的心脏、香甜的睡眠，以及充满活力的每一天。我们下次再见。